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我 YouTube channel 啦。如果覺得我 AutoCAD 有用嘅話咧，就歡迎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嘅。咁今日教嘅指令咧就係 MI Mirror 鏡面反射。咁有咩用咧？首先我要畫一條線啦，呢條線就當係我嘅鏡面啦。咁我要反射一啲物體嘅，例如一個三角形。咁三角形我呢條邊同呢條邊之間係有個距離噶嘛？距離幾多咧？係592嘅。咁我想反射呢個三角形去另外一面，同樣係592嘅距離。咁我點做咧？首先要揀選咗個三角形啦，然後輸入 MI Mirror， 又選擇呢個 comment， 然後咧就選擇我嘅鏡面啦。咩鏡面咧？就係話你個反接嗰一條線。咁我就會利用翻呢條線。有翻條線，就撳 Enter， 咁我就會將我呢個三角形反射喺另外一方面，另外一度。咁呢一樣嘢咧，係同 copy 好唔同。copy 將另外一樣嘢，將呢個三角形咧，完完整整咁複製過去，係冇任何變化同改動嘅，數值係一模一樣。但 Mirror 咧係完全相反，個鏡面咁反射咗過去。好多時候咧，一個鏡面係點樣用咧？打個比方咁樣啦，例如而家我呢度有兩個三角形，我要反射上面，好多時候咧就需要畫一條輔助線，甚至咧如果你需要一個準確啲嘅距離咧，更加要畫多一條輔助線添，例如係500啦。拉嗰條一條油嘅線出嚟啦，咁呢個距離就係500啦。咁我哋需要複製咧，我哋需要揀選咗我要反射嘅物件啦，又撳一下輸入 Mirror 呢個 comment， 然後點一下我哋嘅鏡面，向左又得，向右又得，只要係確保一條直線就冇問題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唔係一條直線咁就唔得。唔係一條直線嘅話咧，你就唔可以確保呢樣嘢係保持一個距離嘅。咁我哋將啲多餘嘅輔助線刪咗佢之後咧，就發現到會將呢兩樣嘢反射到去反射到另外一個對面啦。好多時候鏡面點樣用咧？好多時候我通常會用喺畫呢個門嗰度，畫啲裝修圖嘅時候，通常都會用到門。例如而家畫緊一道門啦，但係對面同樣地，對面都需要一道門喎。我呢個位置都需要一個門喎。我正方形內都需要一個門喎，咁我點畫咧？我又唔想嘥時間慢慢畫上喎。我 copy 嘅話咧，佢又唔啱喎。佢呢條線，我呢個門嘅移動範圍咧，又要 rotate 啊，唔係幾好用喎。咁好多時候咧，我哋會直接啲畫一條直線，做一條輔助線。咁呢條線咧，距離咧，呢條線嘅距離咧，就可以反映到呢條線同呢條線之間嘅中心點喺邊個位置啊？我哋需要利用到呢個中心點，我哋只需要揀選呢隻門，又撳輸入咧 MI Mirror， 然後咧點一下我呢啱畫出嚟輔助線嘅中間中心點，然後拉一條直線出嚟，左得右又得。然後撳一 Enter， 選擇，再撳多 Enter， 咁我就可以將呢隻門咧鏡面反射到去上面，然後將啲多餘嘅嘢刪咗佢之後咧，咁我就畫嘅速度就會快好多。咁就比起如果我 copy 都得嘅 ，copy 咁樣畫，我就 rotate 咯，將呢隻門
反轉佢，然後咧再 move， 同樣都做到嘅，但係 bend mirror 嚟講我就冇咁快咯。咁好多時候我哋話 AutoCAD 求咩咧，都係求快啫嘛，係嘛？咁大家請緊記呢個 mirror 嘅用法啦。佢嘅輸入指令就係 MI。多謝大家收睇。